来，昨咱有报道，有一个越南籍的移工坐火车，甲一卡挂袋啊，袂记哩伫个火车顶，内底有现金400万。警方怀疑资金的来源无单纯。记者甲访问，伊是惊真紧行入去工厂内底，无来回应。移工是甲警方讲，400万是家己的塞车，加上甲朋友借的，是要幸福姐夫进前帮伊伫个越南买不动产。也毋过伊的讲法也是有疑点，爱个厘清。这个钱是你的吗？还是别人的？ 伊就是伫咧代替拿400万现金的董事长，越南籍的姓欧的移工，透早叫警察问回了后，就搁行转去工厂做事，嘛叫记者问到钱是费倒位来去。怎么会有那么多钱？啊，我看不懂的。 落加速回向，经行到工厂内面，早至伊坐代替火车时阵，400万现金落伫咧第二车厢，伊想要甲钱领回来，必须要等警察了解资金的来源。 当时捡到现金的是规捆钱是用手链锁起来，一张一张纸票之间冒芳，对比一般银行领出真侪钱是用铜管含纸链布捆起来，中嘛没有看芳。警察追查欧先生无领钱记录，加上一个月才赚3万块，煞早真侪钱坐火车，头家嘛身上的上无。已通知吴姓移工说明资金来源。 由于资金来源有多处，需要逐一清查。铁记录警察初步调查，400万的费用是欧先生欠的洗车钱，含甲朋友借的钱。当事人讲，为了向姐夫斗相共伫咧越南买不动产的费用，这早真侪钱坐火车。只是这个讲法各有疑点，需要进一步调查厘清。检方卖分案侦办，若无违法，再甲这400万行转去予当事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